各位，政府打算增設2000部閉路電視，惹起擔憂聲浪。港府以防範罪案為由，計劃今年內喺全港各區安裝2000部閉路電視，並表示未來唔排除會增加數量，以及加設人面識別技術。港府承諾保護私隱，但公眾就擔心可能會出現類似中國內地嘅針對性大規模監控。台北總統府20歲執勤憲兵持槍自殺。現年20歲嘅古姓士兵喺3月1號夜晚9點幾喺總統府1號門口處對自己嘅頭部開槍。等消防人員到場嘅時候，佢已經冇生命跡象。佢之後被送到中山馬偕醫院搶救，喺當晚10點25分宣告不治。呢節新聞簡報完。